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6日，以赛亞書40章8節安尼講：草會焦，花會謝，獨獨咱的上帝的話，的確永遠直直。三甲來祈禱，獨獨你的話，要永遠直直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阮的心深深渴慕你，親像曠旱的地，停候雨水。主啊，阮切切追求你的話，因為你的話比蜜閣較甘甜，比生命閣較寶貝。主啊，求你予阮聽見你慈愛的聲，因為阮倚靠你。求你予阮知應該行的路，因為阮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教示阮遵行你的旨意，願你的神引帶阮行平坦的路。主啊，你的話是阮一世人要尊崇的，你的道路是阮永遠要堅守來行的。主啊，因為阮深知也確信，草會焦，花會謝，獨獨你的話，的確要永遠直直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